来，听人呱呱老师听筒日好。好来，打下来，底下你慢慢呢，轻松嘅踏步来到你脚步嘅位啊，感觉你嘅身体没有顺起来，冇背鼓鼓，轻松嘅发通一下，为你嘅七条关节不用轻松，好底下你要长偏走偏踏步，踏住步再个转来，出嚟好，打下来你脚掉嘅，等好，强让你身体要顺起来哦。记得调戏哦，动作会加上肩跳嘅发动了，向后背力欠，轻松慢慢做事好，等好强让背你嘅肩跳发动，出嚟，好地点为你十个加上手掌，好强让脚膜天哦，你嘅手掌持续嘅发动。当好出嚟，加入最每一组，挑选提这招动作，大家很记得么？你健跳准备，慢慢的发动，你健关节嘅位哦。做得介硬，你做下那台嘅动作，帮你嘅关节发动涂下那台。好来，大家咧下手掌正嘅。好嘞，好，我记得调戏哦，轻松睇人，好撒到你毛背滑肩，好做得个你你手尽量顺出，向毛背滑喊下大家人，帮你个肩条向毛背打开来喊下到，好准备你要双手向下。好强壮双脚摩天哦，好我记得调戏哦。好，你挑选时只动作来练起来了。好，提只动作，你肩跳向毛背滑肩，好肩跳不用轻松。好，第二只动作呢，手掌准备好。动好10个礼拜哦。好，第三只动作，你向毛背滑抬人。好，做得感受到你嘅肩跳，滑动喊下到。好，加入最每一只动作，你双手向下滑人。好，强让维持你双脚踏步。好，我记得你身体要顺起来，莫背鼓鼓。等好来，身体打开来，左手轻到长脚，10个转来，往外偏，10个转来，好10个礼拜哦，发动到你嘅腰骨和高胸脯，我一偏，好撒下来你熟头嘅脚掉咯。好，强让轻到脚趾，未做得轻你嘅切跳哦。好，做得个硬，你是轻脚趾。好，不你嘅身体发动喊下台。好，你准备提只动作，肩跳。好，强让维持调戏。好，强让你嘅胸脯提起来。你挑选重要骨嘅动作准备哦，轻到长脚转来。我记得大摆转来，你嘅胸脯所提起来，我10个弯片。等好，好撒下来第二只动作手掌准备。好强让我记得维持调戏哦。好强让你双脚打开来，轻到脚趾，大转来。好做得个硬，你嘅切条咪记得顺出来。好转你嘅腰骨。好来，你第三只动作。好强让你嘅手顺出滑抬人。出嚟，好记得调戏哦。好强壮你转腰骨。
錯嘅等候加入最尾隻。好，你強用提示隻動作送手。好，你持續來踏步，手法見來見太輕。等好，好強用雙腳打開來開始。出嚟，你兩下雙手打開來。好，我記得啲啲會你嘅手我平平，然後我卡起來，做得嘅你看到後背嘅方向。嘿，出嚟等好，我兩下全部嘅動作準備，然後我記得跳起。出嚟，好，你強用雙腳打開來。好，向蹼運動開始。好，強在記得你嘅雙手要平平，要記得向蹼掌片、左片向下挺痛。出嚟要記得你停二隻動作。出嚟要記得跳起。好，強用雙腳打開來。好，強用雙手平平。當好體能強下做時候，本你兩腳就發痛到時候，好第三隻動作準備。好，強用手臂打開來，順勢發太陽。好，強用維持跳起，嘿，等好。好，你強用嘅動作重複來做。好，強用繞骨運動準備。好，加住哦，你轉嘅時節要記得手要卡過來，冇跌下來哦。好，來最尾隻動作，踏步出嚟。好，你強用雙腳打開來，轉你嘅繞骨。好，等好，我相信已經當你身體上來起來咧。好，強用你雙手打開來，向上扭轉來。等好，你強用踏步，然後調整一下你嘅跳起。錯嘅等好，非常好，你做最每一擺嘅動作時候，好慢慢的跳起。好，第二位你雙腳強用打開來。強用體能性上運動你嘅胸脯。出嚟等好，第二隻動作準備。好，強用你身體順起來，要記得跳起。好，第二位你做得慢慢的休息一下。等好，你雙腳打開來，再個預備。好，加下面咁多腳趾嘅人，兩下做得輕看啊，輕看啊。
好，你第三则動作準備。好，加入咯，你第三則動作準備。當好調整調氣，你就最尾一擺時候。好，你雙腳打開來，強弱。好，你加入強壯嘅動作哦。好，做呢個動作要記得身體要轉到動岸哦。最尾一擺了加入，大家做得當好，大家辛苦咧，拜拜。